大家好，我係胡美儀。現今都市嘅頭號殺手就係癌症。唔知道你而家嘅身體狀況係點呢？你係患緊癌症啊，抑或係你身邊嘅至親朋友佢係患咗癌症呢？可能你話我唔知去邊度先至可以攞到面對癌症嘅好多正確知識呢？如果你係睇緊呢一條片嘅，我希望你記低呢個電話號碼。呢個就係香港防癌會39213888，香港防癌會39213888。喺入邊，除咗你可以得到你點樣去面對患緊癌症嘅初期、中期或者後期，入邊有關於生理或者心理嘅治療，呢一度都可以提供俾你。而且佢哋有一個名叫做家以外之家，喺入邊你可以揾翻你喺化療期間你覺得失去咗嘅尊嚴。而且香港防癌會喺呢一度亦都係首創中西醫會診。我哋係中國人，所以中西醫會診對於我哋嚟講，係對於我哋心理上都有好大嘅治療作用。但係香港防癌會佢係自負盈虧嘅非牟利機構。如果此刻你有感動嘅，你都可以作出一啲嘅捐獻，去幫助我哋香港呢個社會入邊患癌症有需要嘅人士。39213888，香港防癌會，多謝大家好，誠邀大家攞出一點心支持香港防癌會。好嘢！個頭望過嚟呢啲。